好，来继续要来讲，为后礼拜六开始，中秋节的连假是连休4天。因为即摆有印度变种病毒来扰乱，所以全台湾有16个县市是禁止航肉。也毋过想要回乡去过中秋的民众，也是坐。这个中秋连假，台铁甲高铁的车票真侪人注文。到早起的10点为止，火车票是卖出到199000张。若到这个高铁，到早起的8点是卖出到404000张，双铁总共是卖出到超过60万张的车票。这个回乡的人潮遮尔啊多，安尼咧刷动，恐惊病毒嘛会对咧跨县市来刷动，将做疫情的破空。今年中秋无法度航肉，不过对真侪人来讲，也是爱团圆。今年4天连假自18号放到21号，阮上高铁的网站来订17号下班的车票。真实的无时段，各间主要热门的时段，同款票拢卖了。根据高铁表示，到今仔日头早8点，高铁中秋连假总共有404000人完成订票。台铁是统计到今仔日头早10点，已经卖出199000张票。双铁中秋连假总共卖出603000张票，而且也无真侪人开始退票。现在疫情算是有比较趋缓了啦，所以想说我也一阵子没有回去南部，会再看看状况啊。对啊，但是目前还没有退票，还没有。为什么？退票其实很方便。袂少北漂族自今年6月初5日节连假疫情严重的时就无转去，到即马还咧观察疫情，只是中央还未讲中秋莫转去。交通部目前嘛甲双铁载客率的上限放松，台铁会阁开放2成的座位，总共有72000个位，拜六会开始卖票。高铁嘛会阁开放2成的座位，嘛是伫明仔开始卖票。到时阵恐惊会互转去的人阁增加，想要月圆人团圆，恐惊嘛会互病毒对咧跨县市叮当。好，来这个中。